各位觀眾，年紀愈大，最令人心寒嘅，往往唔係今日冇錢入，而係辛苦半世人先儲落嚟嗰一點積蓄，俾醫藥費、管理費、屋企維修、人情往來，同一時衝動，一筆一筆咁帶走。後生嗰陣跌低咗，仲有氣力重新嚟過，但去到晚年，每一筆錢都好似一塊護身嘅瓦，少一塊，個心就多一分風雨。有人每星期買一張六合彩，只係想俾平淡日子留一點盼望。本來無可厚非，最怕係一張變兩張，兩張變一疊。今期落空，心有不甘，下期就加碼，總覺得只差一步，總相信下一次一定輪到自己。財氣仲未入屋，生活費已經先由門罅慢慢流走。所以今日呢條片，我想同各位觀眾講5個號碼，呢5個號碼係4、2、9、6、8。聽到呢度，可能有人已經想拎紙筆抄低，甚至想問應該點樣排列。請先唔好心急，呢5個號碼唔係必中密碼，亦唔會改變攪珠結果。公平嘅機會遊戲入面，每一組有效號碼嘅機會都相同。4、2、9、6、8，真正值得記住嘅地方，唔係佢哋會唔會開出，而係佢哋可以變成5面手財鏡，照出一個人點樣用錢，點樣守福，亦照出晚年最容易忽略嘅破財習慣。今日我俾各位觀眾3個清楚承諾。第一，我會借呢5個數字帶各位觀眾睇清楚屋企放銀包、賬單同重要文件嘅位置，點樣反映一個人對金錢有冇秩序。第二，我會揭開一個表面似求財，實際最容易令人借錢、追數同漏財嘅習慣，亦會講清楚點樣斬斷佢。第三，影片去到最後，我會送俾各位觀眾一段30秒守財定心提醒。呢段說話唔係用嚟保證中獎，而係幫我哋喺心亂嗰陣停一停，令每一個金錢決定都清醒一點。如果各位觀眾願意由今日開始用清醒嘅心接財，用惜福嘅手守財，可以喺留言區寫低以接大財呢4個字，唔係同命運討價還價，更加唔係寫咗就會中獎，而係同自己立下一個約定，有希望但唔貪心，有機會但唔失分寸。亦請各位觀眾訂閱頻道，陪我哋一齊從生活細節入面學識守住晚年嘅財與福。最重要係睇到最後，因為後半段嗰個提醒好可能比任何一組所謂熱門號碼更能夠幫各位觀眾避開一場本來唔需要發生嘅損失。古人睇數字唔係只睇吉定凶，易經講象數理，先由一個形象得到提醒，再從道理修正自己嘅行為。數字只係一隻指向月亮嘅手，真正要睇嘅係月亮，而唔係捉住隻手唔放。佛家講因果、知足同節制，從來唔係叫人相信一個數字可以代替努力，更加唔會叫人用貪念換福報。借數字講守財，目的係照見自己個心，唔係借聖賢智慧包裝一個必勝承諾。有啲人話買中一張彩票就係得到上天保佑，其實去到人生下半場，真正嘅保佑未必一定係忽然有一大筆錢跌落嚟。身體不適嗰陣，手上有錢睇醫生係保佑；有人叫你轉賬嗰陣，你識得停低核實，冇俾人呃走養老錢係保佑。子女遇到困難，你有能力幫一點，但又唔會幫到自己晚年無依係保佑。面對一次睇落好吸引嘅機會，你個心仍然清醒，識得講一句等一等，更加係保佑。福報好多時唔係多得到一樣嘢，而係少犯一次足以後悔多年嘅錯。試想像2位年紀相若嘅老人家，同一日都買咗一張6合彩，第一位早已定好，每星期只用一筆細小嘅娛樂費，買完就返屋企煮飯、散步、同家人傾偈，
生活完全唔受結果牽動。第二位落空之後，心入面愈想愈唔甘心，聽到街坊話今期有熱門號碼，就再買幾張。又有人話掌握內幕，佢竟然連原本留俾覆診買藥嘅錢都攞咗出嚟，攪珠結果仲未出。第二位已經輸咗一樣比票價更貴重嘅東西，就係內心嘅安穩同生活嘅保障。所以各位觀眾一定要記住，六合彩只可以係量力而為嘅小娛樂，唔可以成為晚年理財計劃。中獎係機會，守得住先係福氣。號碼只係象，選擇同分寸先係命。明白咗呢一點，我哋先有資格真正打開今日第一個數字。第一個數字係4，香港人聽到4，有時會因為讀音而避開，但國學睇數唔會只用一個諧音定吉凶。4可以代表四方，亦可以代表一張台要有4隻穩固嘅腳，少咗任何一隻，張台都容易傾斜。對晚年財務嚟講，4唔係叫各位觀眾一次買4張，而係提醒我哋先立好4根財柱。第一根係日常生活，包住食飯、水電、交通、管理費同屋企基本開支。第二根係醫療保健，包括覆診、藥費、牙科、眼鏡同身體突然出現狀況時需要嘅錢。第三根係緊急備用，例如冷氣壞咗、屋企漏水、家電要換，或者一時間有非處理不可嘅事情。第四根先係量力休閒同善意往來，例如飲茶、興趣、節日、人情，或者用一點點錢買張彩票，為生活添一份輕鬆。前三根未穩，第四根就唔應該擴大。第一、第二、第三格嘅錢更加唔可以因為一個所謂吉利號碼而被挪用。觀塘有位70歲嘅陳太，每個月收到退休生活費之後，從來唔用複雜程式，佢只係準備4個信封，分別寫住生活、醫療、備用同休閒。街坊笑佢老套，話而家乜都電子化，邊有人仲用信封？陳太只係笑一笑。某個月屋企雪櫃突然壞咗，剛好朋友又叫佢一齊夾多幾注，話今期個夢兆好準。佢打開4個信封望一望，休閒嗰格只剩少少，備用嗰格就足夠處理雪櫃。佢冇慌，亦冇被朋友說服加碼，只買返原定嗰一張。最後有冇中並唔重要，重要係嗰個月佢照樣有飯食，有藥食，屋企亦冇因為一次衝動而亂晒。好多長者將所有錢放埋一個戶口，銀包入面又塞住提款單、藥單、彩票同超市收據，眼望落好似仲有一筆錢，就以為可以用。到管理費、保險或者覆診日子一齊嚟，先發現其中大部分早已有用途。錢一混亂，個心就容易產生錯覺，錯覺一出現，娛樂費就會悄悄食入生活費。4呢個數字就係叫我哋分清楚，唔需要有好多錢先可以分類，越係有限，越需要知道每一分要去邊度。由今日開始，各位觀眾可以用4個信封、4個小盒或者戶口入面4個清楚記錄，將用途分開。彩票唔好同藥費放埋一齊，娛樂支出唔好由緊急儲備補上。屋企亦可以揀一個固定抽契，專門放賬單、銀行文件同銀包。4根柱立穩咗，先叫有財富。所謂財富唔一定係風水物件，而係每一筆錢都有位置，每一個位置都有界線。有咗4根柱仲未足夠，屋企有牆都要有門，門守唔住，裏面幾穩都會被風吹散。第二個數字就係2，代表陰陽進退同平衡。喺今日呢條片入面，2係2道落錢之前一定要守住嘅門，一道係錢，一道係心。第一道門問嘅係
買完之後會唔會影響食飯、藥物、住屋同必要責任？如果答案係會，門就唔可以開。第二道門問嘅係，而家呢個決定係出於輕鬆，定係出於想追反、想證明、憤怒、孤單、失眠或者不甘心？如果個心係亂，第二道門亦唔可以開。任何一道門守唔住，當日最有福氣嘅選擇就係停。有位住深水埗嘅何伯，退休後每逢星期六買一張彩票，買完就去公園同舊同事捉棋。嗰張票對佢嚟講只係一杯茶咁嘅娛樂。有一排連續幾次落空，一位熟人同佢講，今期某幾個號碼一定到，仲話買得少就等於錯過運。何伯返到屋企拎住銀包，原本想將平時嘅金額加3倍。嗰一刻佢記起兩道門，第一道門月底仲要復診，第二道門自己明明係因為唔甘心先想加碼，兩道門都唔應該開。佢將錢放反低，沖咗杯茶。第二朝醒來，嗰份非買不可嘅衝動已經散咗大半。各位觀眾，而唔係叫我哋買2倍，而係提醒我哋守2句說話：生活費唔喐，輸咗唔追，唔借錢買票，唔用信用卡延後痛楚，唔動用子女俾你買睇，醫省嘅錢亦唔因為上一期落空就覺得今期理應補返。每一次攪珠都係獨立機會，之前冇中唔代表下一次更容易中，輸咗之後加碼只會令實際損失加深，唔會令宇宙欠你嘅機會增加。守住2道門之後，我哋嚟到第3個數字9，取其9。人到晚年先慢慢明白，最珍貴嘅財運唔一定係多，而係9。今日有一大筆，聽日全部散去，表面係富，實際係驚。每個月未必有好多，但多年之後仍然夠生活、夠醫療。遇到急事唔需要低聲下氣求人，呢一種先係安穩嘅富足。有啲人一講發達就只想到一夜之間多幾百萬，但對60歲、70歲之後嘅人生，真正實在嘅願望可能只係冷氣壞咗有錢整，牙痛有錢睇，過年俾孫仔一封利是而唔使事後捱慳，伴侶入院時自己唔會因為醫療費徹夜失眠。呢啲睇落唔轟動，卻係錢留得久所帶來嘅尊嚴。9，提醒各位觀眾，落每一筆帶有僥倖成分嘅錢之前，先將目光由今期攪珠移去下個月、下半年，甚至未來幾年，問一問自己，呢筆錢用咗之後，下個月會唔會緊？有冇賬單就快到期？有冇身體檢查、配藥或者家居維修需要預留？如果落空，我個心可唔可以平靜接受，而唔會再買幾張去追？當一個人願意將時間拉長，眼前嗰份非買不可就會縮細。好多破財決定之所以顯得吸引，只係因為我哋將目光放得太近。各位觀眾，有冇試過明明已經好努力慳錢，但醫藥費、人情錢同屋企維修費偏偏一齊出現，令辛苦守住嘅錢又流走？如果有，可以喺留言區講低最難守住嘅係邊一筆，寫出嚟唔係訴苦，而係將模糊嘅焦慮變成一件可以看見、可以安排嘅事。有時人最怕嘅唔係開支本身，而係連自己都唔清楚錢去咗邊。9亦提醒我哋，長久唔止靠慳，仲靠唔犯大錯。有人平日為幾蚊格價，見到所謂高回報投資，反而一口氣交出多年積蓄。有人捨不得食一餐好飯，卻肯俾錢一個聲稱有內幕號碼嘅陌生人。小處慳，大處亂，守唔到9。財福智慧唔係叫人變得孤寒，而係要知道邊度值得用，邊度必須停。錢用喺健康、基本生活、真誠關係同心安之上係滋養，錢用喺不甘、面子同幻想之上
就容易變成消耗。有咗九嘅眼光，下一個要明白嘅係流。第四個數字係六，六常被人聯想到順同祿，亦可以提醒我哋錢本身要流動，錢完全唔用，生活會失去溫度。但流動唔等於流失，河水能夠灌溉係因為有河岸，冇河岸嘅水只會四散成災。晚年守財亦一樣，有善心仍然要有界線，願意幫人仍然要先保住自己基本生活。六可以變成一個好簡單嘅習慣，每逢遇到計劃以外嘅支出，無論係想買多幾張彩票，有人問你借錢，推銷員叫你即場決定，定係親友要求你做擔保，先停6秒。唔好小看6秒，人喺情緒最急嗰一刻，6秒足以讓呼吸慢返，亦足以令腦海出現一句重要問題：呢筆係需要善意定係面子同衝動？停低之後，慢慢吸一口氣，再望返4個前格，生活嗰格夠唔夠？醫療嗰格有冇被動用？緊急儲備係咪已經薄咗？今次幫人係真係解到燃眉之急，定係只因為怕對方話自己無情？如果個心仍然不安，就唔好即日決定，拖到第二日，唔會令真正值得做嘅善事失去價值，反而可以令你幫得更清楚、更長久。香港好多老人家重感情，仔女開口，自己明知唔夠都想俾，兄弟姊妹有困難，又怕拒絕之後俾人話計較。最危險係有人請你借名做擔保，或者用物業同積蓄作抵押，仲話只係簽個名唔會有事。各位觀眾一定要明白，簽名唔只係一筆墨，背後可能係一份多年責任。若果一份幫助會威脅你嘅住屋、藥費同基本生活，佢就唔再係單純積福，而係將自己推入另一個需要人救嘅困局。佛家講布施，重點從來唔係掏空自己證明慈悲，而係量力清醒，不求回報。真正嘅善唔會逼人用恐懼作決定，真正愛你嘅家人亦唔應該要求你用全部養老錢證明親情。六提醒我哋，六要留，但唔可以漏，可以請對方一齊了解實際需要，可以只幫自己負擔得起嘅部分，可以用米喺陪診或者提供資料代替無底線俾錢。善心有愛先可以留得遠。講到呢度，終於嚟到今日最關鍵嘅第5個數字8。8因為近發音，一直令人喜歡。新年講法，做生意想法，買樓揀號碼，亦有人中意8。好意頭可以帶來開心，但如果我哋將8橫方，佢又好似一個冇盡頭嘅圈，一邊繞去另一邊，再由另一邊繞返原處。呢個圈正正似賭博入面最危險嘅破財習慣，唔甘心，想追反，再加一點，再等一期，永遠覺得下一步就可以返本。有人第一張落空，只係損失1頓茶錢，但佢接受唔到已經失去，於是再用2頓飯錢去追回1頓茶錢。第二次又落空，佢更唔願意停，因為一停就好似承認自己判斷錯咗，於是損失愈大，愈想追，損失又愈大，到最後佢追嘅已經唔係獎金，而係自己心裏面嗰份不服氣。8本來係法，一旦變成無限循環，就會令辛苦取返嚟嘅財氣反覆流走。真正嘅開運唔係每次都估中，而係有能力喺最想追嗰一刻停低。各位觀眾可以為自己定一條清楚規矩，娛樂金額事前決定，一期只作一次決定，買完唔因為朋友一句說話，網上一段傳聞，或者一個夢境再補，唔用藥費，唔用住屋開支，唔用緊急儲備，查結果只睇正式渠道。任何人聲稱有內部號碼、必勝程式，
改運法門，只要先叫你俾錢，就應該立即遠離。世上最容易呃人嘅一句話就係今次一定唔同。當一個人焦急想翻身，任何巧合都會被睇成徵兆。見到巴士號碼重複，以為係天意；發夢見到一個數字，以為係提示；連續幾期冇開某個號碼，又以為佢應該到。但公平攪珠唔會因為人嘅期望而記住上一期，更加唔會因為一個人輸咗好多就有義務還返俾佢。看清呢一點，唔係叫大家失去希望，而係將希望由不可控制嘅結果放返去自己可以控制嘅選擇。唔中唔代表一個人冇福，中獎亦唔證明一個人德行更高。一次攪珠只係一次隨機結果，唔應該變成對整段人生嘅審判。有人冇中過大獎，但一生夫妻互相照顧，子女之恩，晚年有屋住，有飯食，有朋友問候，呢啲係福。有人偶然得到橫財，卻因為張揚、借貸、錯誤投資同親友爭執，幾年後錢散人離，內心反而比從前更苦。真正嘅福係得時不狂，失時不亂，有錢不欺人，冇中不傷己。4、2、9、6、8講完，請各位觀眾望一望屋企所謂嘅財位。今日講財位，唔係話擺一件物品轉一個方向，錢就會憑空出現。生活風水最實在嘅地方係環境會影響心，心會影響選擇，選擇久而久之就成為命運嘅方向。屋企入面最能提醒你管理金錢嗰個位置，就可以成為你嘅生活財位。如果嗰個位置堆滿過期彩票、收據同宣傳單，未交嘅賬單壓喺雜物下面，銀包、銀行文件、醫療記錄又撈埋一堆，呢個財位就好重。所謂重，唔係有神秘力量趕走金錢，而係每次望到都令人煩躁，索性唔想處理。賬單可能遲交，重要文件可能能唔返，提款之後唔記得記錄，最後連自己仲有幾多可以用都唔清楚。環境一亂，個心就容易亂，個心一亂，衝動支出同錯誤決定自然增加。曾經有位獨居婆婆，成日以為自己記性差，每次要交費就周圍圍信，唔到又驚，甚至試過重複付款。後來女兒陪佢整理，先發現問題唔係年紀，而係所有文件分散喺飯台、電視櫃、手袋同睡房抽屉。佢哋揀咗一個光線充足嘅小櫃，將代交、已交、醫療同銀行文件分開，過期彩票同冇需要嘅紙張清走，銀包亦只留下真正有用嘅卡同少量現金。幾星期後，婆婆話屋企好似冇咁焗，個心亦冇咁驚。其實錢冇因為整理而自動增加，但漏交、重複交同慌亂消費少咗，呢啲就係實實在在守翻嚟嘅財。各位觀眾可以今日就揀一個固定抽屜或者一小塊桌面，保持光猛、乾淨，清走已過期而無需保留嘅彩票同單據，將要交嘅賬單放喺清楚位置，再寫低到期日。破爛物件、尖銳雜物唔好堆喺銀包旁邊，唔係因為佢哋會施法破財，而係一個舒服有序嘅位置，會提醒你用平靜態度面對每一筆錢。而家再將5個數字放埋一齊，4係4根財柱，提醒我哋將生活、醫療、備用同休閒分清楚。2係2道門，提醒我哋生活費唔喐，輸咗唔追。9係長久，提醒我哋唔好為眼前刺激犧牲未來幾年嘅安穩。6係流動，提醒我哋每逢計劃外支出先停6秒，分清需要、善意、面子同衝動。8既可以代表法，
亦可以變成無盡循環，提醒我哋斬斷加碼同追損失嘅圈。如果各位觀眾文化上鍾意4296或者8，當然可以保留呢份少少樂趣。有人鍾意生日，有人鍾意紀念日，有人覺得某個數字睇落順眼，呢啲都係生活情趣。但一定要記住，數字本身唔會提升中獎機會，真正改變晚年財氣嘅係數字背後有冇一個清醒行動。見到4就記得分錢，見到2就守住2道門，見到9就望長遠，見到6就停6秒，見到8就問自己有冇跌入追數循環。當象能夠帶出你又能夠變成行，數字先真正對人生有用。仲有一件事，好多人只諗住點樣中，卻從來冇諗過，萬一真係有一筆意外之財，自己有冇能力守？橫財突然到手，心最容易飄。有人未確認清楚，已經四周報喜；有人即刻答應親友借錢；有人覺得自己運勢大開，轉身就將大部分投入一個完全唔熟悉嘅項目。錢嚟得快，人會錯，以為往後每個決定都一樣準。真正考驗往往唔係攪珠之前，而係錢到手之後。如果有一日各位觀眾真係得到一筆意外金錢，第一件事唔係張揚，而係安靜，先經正式渠道核實，保管好資料，唔好將身份同細節周圍講。第二，唔好即刻投資借出或者承諾點樣分配，俾自己一段冷靜時間，有需要就向可信而有專業資格嘅人士了解。第三，先照顧生活安全、醫療需要、債務同緊急儲備。想幫家人或者行善可以，但要喺清楚總額、清楚界線之後，以一顆平靜心去做，而唔係被喜悅、內疚或者人情壓力推住走。古人會分正財、橫財同福財。正財係靠能力、時間同努力慢慢累積，橫財係意料之外嘅所得，福財就唔只係一筆錢，而係有錢之後個心仍然唔亂，識得用，識得留，識得幫人，又唔傷害自己。橫財可以一夜到，守財能力卻要每日養。若果冇4根柱、2道門、長久眼光、6秒停頓同斬斷循環嘅勇氣，幾大筆錢都有可能由指縫流走。如果今次冇中，亦唔需要責怪自己冇運，更加唔需要再買多一點去證明命運睇得起你。停返喺原定界線，將注意力帶回真正可靠嘅財路。照顧身體，少一次本來可以避免嘅大病係守財，保留學習能力，做得到適合自己嘅工作係生財，唔貪高回報，避開騙局係護財，家庭相處有分寸，唔用金錢綁住子女係留福，每日記清楚收支，唔使為未知數徹夜擔心係心財。呢啲未必會令人一夜暴富，卻可以一日一日托住晚年。我想再講一個故事。黃伯年輕時做地盤，風吹日曬幾十年，退休後手上有一筆唔算多但足夠生活嘅積蓄。佢最大心願係唔好拖累仔女。最初佢每星期只買少量彩票，後來太太離世，屋企靜咗，佢開始將買票當成寄託。每次去投注站都有人同佢傾兩句，每次等結果都好似有件事可以期待。慢慢地，佢唔係為錢去買，而係為咗填補孤單。買得愈多，等待嗰幾日愈興奮，結果一出，失落又愈深。有一晚，黃伯整理太太留下嘅舊盒，見到入面有一本家庭開支簿。太太以前每一筆都寫得清清楚楚，旁邊仲有一句：錢唔多唔緊要，最緊要屋企人個心唔慌。黃伯望住呢句說話好耐，先明白自己真正追嘅唔係獎金，而係有人陪，有人等，有人同佢分享明日嘅感覺。第二日佢冇再加碼，只保留原本一筆
極細嘅娛樂費，將其餘時間用嚟參加社區中心活動。佢識咗幾位棋友，逢星期一齊飲茶。彩票結果冇因此變得更好，但佢瞓得好咗，積蓄亦冇再無聲無息咁減少。呢個故事提醒我哋，有時破財背後唔係貪，而係孤單、失落同對未來冇把握。如果只叫一個人唔好買，未必能夠處理佢心入面嗰個洞。真正嘅守財亦要照顧情緒。當你發現自己心情愈差，就愈想買。失眠就不停研究號碼，同家人鬧交之後就想靠一次中獎改變一切。請唔好羞辱自己，先善一個可信嘅人傾偈，出門行一圈，飲杯暖水，將決定延遲一日。若果已經控制唔到支出，甚至借錢隱瞞或者影響生活，就應該主動尋求家人同專業支援。願意求助唔係輸，而係替自己守住尚未失去嘅福。各位觀眾，去到呢度，今日開頭嘅第3個承諾要兌現，請將銀包放喺一個乾淨穩妥嘅位置，雙腳踏實地面。如果而家唔方便做，亦可以只係安靜聽住，慢慢吸氣，再慢慢呼氣，連續3次。第一口氣，放低對上一期結果嘅不甘；第二口氣，放低一定要靠一次機會翻身嘅焦急；第3口氣，記起自己半生辛苦，每一分錢都值得被尊重。然後用大約30秒輕聲同自己講：我珍惜每一分辛苦得來嘅錢，我量力而行，不借錢求運，不追損失。我先顧生活，再談娛樂，先安定個心，再作決定。我願意守財惜福，讓家安心安，讓財路喺清醒同善意之中慢慢順返。講完之後，諗起一筆今日其實唔需要即刻花嘅錢，俾自己一日時間再決定。請各位觀眾記住呢段30秒提醒，唔係改變攪珠概率嘅儀式，亦唔係向宇宙索取金錢嘅咒語，佢只係一個停頓，幫我哋由情緒返到現實，由僥倖返到分寸。人能夠喺一筆錯誤支出之前停低，已經係手返一筆財；能夠喺一次不甘之前放手，已經係釋返一份福。今日講嘅5個號碼，最後都要放低，因為要守住嘅從來唔係4、2、9、6、8，亦唔係銀包入面嗰一張票。真正要守住嘅係4根生活財柱，係落錢前嗰2道門，係看得長久嘅眼光，係支出前6秒清醒，亦係斬斷無限追逐嘅勇氣。守住呢啲，就算一期落空，生活仍然安穩。若有一日機會到來，亦有能力接得住，留得低，用得正。人過半生先會明白，富貴唔係永遠贏，亦唔係從此冇開支。真正嘅富貴係有希望仍然清醒，有機會仍然守得住分寸，幫人唔傷自己，享受唔透支明天。屋企未必豪華，但賬單有次序，藥費有預留，夜晚瞓得安心。錢係身外物，但晚年冇基本保障，個心好難完全自在。所以守財唔係貪財，而係對自己半生勞苦負責。惜福唔係怕用，而係將錢用喺真正值得嘅地方。如果各位觀眾已經睇到呢一刻，我想先恭喜各位觀眾，呢份耐性唔代表聽日一定有大筆金錢出現，但代表各位觀眾願意停一停，重新整理自己對金錢、福氣同機會嘅心念。當個心安定，屋企秩序會慢慢順返。當人識得守財惜福，辛苦累積返嚟嘅錢先更容易留得穩，用得安心。如果各位觀眾願意由今日開始用清醒嘅心迎接更安穩嘅財氣，請喺留言區再寫一次以接大財，將呢句話當成同自己、同家人、同往後日子立下一個溫柔約定。
若果仍然有一項最難改嘅破財習慣，亦可以一併寫低。有人最難拒絕子女，有人最怕人情壓力，有人一失落就想追，有人永遠唔敢打開賬單。當你肯承認，改變就已經開始。覺得今日內容有用，請按讚，分享俾同樣關心晚年財福嘅親友，亦請訂閱頻道，打開通知鐘，讓我哋每日用粵語陪各位觀眾一齊看透人情冷暖，守住財氣，息住福氣，唔被一時貪念拖走，亦唔因一次落空否定自己。願各位觀眾往後嘅日子手上有餘，心中有定，家裏有暖，得財時不狂，失意時不亂，慢慢行入一條更安穩、更清醒、更有福氣嘅晚年之路。